我要时时学罗摇花，学罗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罗耶和华做大，三甲尊伊的名做悬。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二首，圣诗第二首，圣哉圣哉圣哉，圣诗第二首，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齐声学罗主上主尊名。圣哉圣哉圣哉，将你天地甲海，学罗上帝至尊至权主宰。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犹原徛伫，用许多圣经做咱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伫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前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国活。上天大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来启用，伫圣经后壁啊，启用文第11篇。启用文第11篇，也是诗篇32篇。圣诗后壁面1017面。启用文第11篇，显着咱三角来启用。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个心无干燥。我若点点毋认罪，就害惨。你的手每日重重刑罚我。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离的所在，
会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愿上帝通过伊的话来祝福咱，咱三个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阮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星辰转世，四季变换，透过这个大自然的规律来帮助阮，无袂记伫你的信息、慈悲甲怜悯。照着你的真实甲公义，用你奇妙的方式，为阮备办上适合的环境，来帮助阮逐人真实所欠缺的。阮为着这，要来感谢你。总是阮人软弱，有时无法度明白主你所立你的计划，无真正入捌所欠缺、需要补足的所在。直到面对所拄着的困苦，就来灰心失志，或者伤心埋怨，搁有骄傲过头，用家己来取代上帝。拢求主你慈悲怜悯，互阮有智慧来确信，主你所互阮的拢是好的。虽然阮定定无明白，犹原通用感恩的心来看待阮所拄着的。因为你的确要赏赐阮平安，便对坚持信靠你的，的确要10分的平安。主啊，阮要感谢你，学罗你，因为你实在固守阮所徛起的台湾，互阮的疫情持续来减轻，搁互伫疫苗方面，无论是伫疫苗的供应，或者是注射的人数，拢有得到提升。台湾现今的状况是国际上上敏感的所在，关系到全世界的运作。也求主你赐予阮，特别是遐做头人的，有聪明的智慧，知怎样的行动是对家己上有利益的。也互阮伫面对歹代暂时降魂的时，通克制家己的冲动，放下家己。通伫每日的读经中来晓悟你的话语，帮助阮有勇气来面对现实，还是用祈祷来交托，遵守你的教示，将主权下伫你大能的手顶，互阮伫你的恩典中有快乐，伫逆境中见证主你的作为。主啊，求你的神轻轻来脱掉阮，保守阮遮个找求你的人，莫为白日埋怨的深坑，反倒伫你的听内面安静来得到安慰，伫信心的内面定心得到快乐，互阮通用欢喜快乐的心享受你的安排甲带领，因为大山会通刷开，小山会当迁移。但是你应允你的慈爱，的确无离开阮。哈利路亚，主啊，阮也要为着阮所组织伫遮敬拜你的教会，逐项的事工，主你来祈求。特别是阮国内有阮职事的补选，阮各个团契的会长加圣大队的队长，也要来改选。马尼多，阮也有事工要来研讨，以及感恩节、圣诞节遮个节期的活动，拢求主你，互阮坚持相信主你的应允，互阮通同齐看见异象，逐个心通结连做伙，互阮在座每一位，拢伫主你所赏赐的即个山顶，诚做主你圣的出口，
尽心尽意来服侍，就的确，阮要经历你奇妙的带领，用特样的方式见证主你的奇妙。主啊，遐个袂到遮来敬拜你的兄弟，也求主你悠然起手，伫你，互你的权能照着圣神来，互因坚定，互因的心思、意念、甲身体，拢通得到保守。最后，阮也将今仔日的聚会全然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导师今仔日所宣讲的信息，互阮通参与伫主你伫阮中间继续性的创造，愿阮的心所想的、嘴所讲的，拢得到主你的欢喜。但阮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撒假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的日时给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又求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是要来请咱的圣歌队来赞美，因要赞美的歌曲是《对天父的听》。
对伫上帝听，圣经出世，为着咱着学乐伊，哈利路亚。再个来看圣经话，圣经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3章，有2节的圣经节，一个是24节到30节，一个是36节到43节。马太福音第13章，咱来看第24节来看。国说，比如对因讲，天国亲像人也好种子，伫伊的园，人困的时，伊的球球叶白啊，叶摆伫麦啊中就起，到麦发起来，煞结穗的时，麦也出现。家主的萝卜来甲因讲。头家啊，你兼毋是也好种子伫你的园门，你倒落有败？伊甲因讲，这是求受罪。萝卜甲伊讲，你爱阮去敲伊吗？伊就讲无，惊了恁敲败，连麦煞爬起来，用阮2项平平大丛，听候收割。到收割的时，我要甲割的人讲，大声。捡遐个来下规把，通烧伊，独买着收入我的切村。过来第36节，迄时耶稣互众人四散，才入厝，伊的学生就跟伊讲园的牌仔的比如，甲阮解明。伊应讲，也好种子的是人子，园就是世间。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囝，败就是歹囝的囝，也败的球球就是魔鬼。收割的是世界的芦苇，割的就是天使。所以，亲像捡牌仔来用火烧，伫世界的芦苇也要安尼。人子要找伊的天使，对伊的国内收拾。伊若互人达着逐个，以及做不法的，迄因伫火炉，伫遐要有铁锹家家切齿。迄时，义人要发出光，亲像日，伫因的爸的国，有耳孔的就听圣经以上。咱要请牧师来证道，伊的题目是耶稣的比喻第4讲，牌仔的比喻。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落雨天，游玩平安出入，来到伫上帝的圣会，咱伫遮来起做敬拜。愿圣神伫咱的中间来运行，通过上帝所启示的话语，咱会通得到造就甲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主愿你的圣即时伫阮的中间。来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互阮晓悟你的真理，也通过这的真理来得到造就、养赐、帮助。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检测野猪去硬豆啊，即款的游戏，咱过去拢捌佚佗过，拢捌耍过即款的游戏这是一个大人囡仔拢真适合来佚佗来耍的一款游戏。这个游戏的耍法就是大生会将无共款的豆啊，亲像讲绿豆、红豆、黄豆，也是讲土豆等等，来揽做伙然后将伊放伫一个盘仔顶悬内底，也是讲放伫一个碗内底接续。就爱将现场的人分组，分做几个组，这个照组的方式，主持人就会限定一个时间，互咱用举迄猪来去硬，这个豆每一个豆拢无共款的分数，
所以伫时间以内，你将迄个豆仔拢验出来，到伫时间到的时阵，才去算迄个分数，比如讲绿豆1分，红豆2分，黄豆3分，土豆4分等等，即个伫咧游戏的中间，就是上悬分，就是通得到优胜，胜利的队伍。咱会通发现讲，伫咧算游戏的过程，大家拢真赶紧，想要去验迄个较悬分的豆仔，因为分数悬嘛，总是迄个上悬分的豆仔是上歹验，大家着急要去验迄个悬分，却将迄个好验迄个较低分呢，放伫后壁面才要去验吼。通常到伫游戏结束，会发现讲，迄个上悬分的人是安怎？拢是验迄个上低分的，伊好验嘛，所以伊验足济，所以算分数的时阵，是迄个较低分数安尼累积起来，到伫真悬分。所以伫咧算这游戏的过程中间，其实咱会通发现讲，迄个耐性真要紧。你若迄个耐性无够的时阵，你赶紧要去验迄个悬分，你有可能游戏结束，你验无几个豆仔起来。所以愈会通有耐性的人，才会通取得即个游戏的胜利。俗语咧讲，慢工出细活啦，你迄个幼工你定爱豆仔做，幼工一定爱豆仔做。真侪代志你也要顺利来完成，的确着爱真有耐性。总是真可惜是讲，咱虽然知影即个道理，但是咱安怎？咱常常会因为欠缺迄个耐性，所以最后就要去承担失败的结果。伫信仰的顶面，其实咱会通看见一项事，就是上帝对沉沦伫罪恶中间的人类，也是共款充满耐性。若无，咱早就一定互伊的受气来毁灭了。既然上帝对咱是遮尔宽宏大量遮尔宽容，咱要怎样会通珍惜，并且把握伫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即款的机会？这是咱爱去思考的代志。伫今日经文中间，耶稣所讲即个皮应该是念做皮有迄个，因为咱这下门音是讲皮若是讲下港的人拢讲皮啦这是无共款的读音嘛这个皮的比喻其实是咱若看13章一开始，耶稣伊所讲迄个亚种的比喻，伊是这亚种的比喻的一个延伸，一个延伸啦。若是咱有详细来观察马太福音13章伊全部的内容，会通发现讲这章主要是耶稣咧谈论有关天国这项事。所以伊用这个比喻来表现出天国，天国迄个样相出来，以及上帝要怎样邀请人进入到伫天国的中间。亚种的比喻是这整个13章比喻中间的序言，伊是一个序言。伊主要是咧谈论讲世间人伊会用4款的态度来去领受天国福音。咱是毋是还会记得迄个亚种的比喻？这种子也伫路边，也伫即个堑土土堑的所在，也伫刺皮内底，佮也伫好土内底。这代表讲咱4款无共款的态度来接受福音的人。也伫即个皮仔的比喻中间，耶稣伊一开始有提起天国亲像也好种的、也好种子的人伫园伊的园。天国亲像人也好种子伫伊的园。有学者认为，伫遮所讲的人，就是咧指耶稣，人子来到伫即个世间，也即个园就是咧指即个世界。所以即个好的种子就是代表天国的福音。咱定定讲福音是好消息。所以上帝伊通过耶稣基督将即个好消息带到伫咱的世间，互咱会通来领受。
有一寡学者伊特别将即个园，指引是教会啦，就是即个教会中间是一个园，伫圣经中间常常会讲啊，以色列即个民族是一个葡萄园，啊，伫教会嘛是一个葡萄园。伫即个园内底有假的信徒伫即中间，来野一寡异端邪说即款的思想，直到影响到信徒迄个纯正的信仰。所以咱若是看整个即个13章的内容，迄前后文来看起来，其实较耶稣意思较无咧指伫教会内底，伊是咧指即个世界，是即个也好整伫即个世界的中间。有影咱若是看见耶稣伊来到即个世间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拯救所有世间的人，要将迄个拯救的好消息带领互所有人会通听见。既然用信心来领受即个救恩的人，伊会通搁再一摆恢复伊甲上帝的关系，同时咱会通成做一个圣洁的百姓。所以上帝的死对头就是撒旦，伊真无意爱看见沉沦伫罪恶中间的世间人会通脱离伊的捆绑。即个真无容易，撒旦伊会通掠足侪人伫伊的身躯边，来成做伊的奴仆。哪有可能真容易就放因煞？所以伊会想各种的办法，要将这个人来甲伊继续绑掉的。用各种办法来破坏上帝主动要甲世间人和好的关系。所以伊伫即个世界有传播做这假的消息，是为着要欺骗世间的人，互因无法度去分别什么是真正的福音。这就是今日经文中间所提起的，讲人困的时阵，伊会求仇来，也皮仔伫麦的中间就离开。其实咱嘛毋免感觉真奇怪，感觉真戆硬，因为撒旦伊总是伫暗中咧做代志。咱来看圣经的中间的记载，有时是暗时，也是讲伫暗中，这通常拢是咧指魔鬼做代志的迄个时间。所以这个求仇来，伊一定是暗中来做这项代志。刚才咱无学的发现，有时阵人为着要得到家己的利益，也是讲想要去排除甲咱无共款想法的人，伊就会想各种的办法，用各种的手段，来成就，也是讲进行迄个报复的行动。最近咱看见台湾社会出现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就是罢免的事件一直出来啊。这个罢免的事件其实是一款政党恶性斗争，迄款报复性的行为啊。这对咱台湾的社会，咱真努力，伫这几十年以来，咱伫遐努力打拼。互咱的民主政治会通愈来愈成熟，其实是一款咱开倒车倒退路的一款举动，伊嘛造成社会更较大的一个对立。咱也无真清楚知影讲，咱一寡政党拢是用一寡思想甲手段，咧做这个代志，咱就无法度去分别。咱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真可惜，对遐盲从就是讲人安怎讲伊就安怎去对，即款的人伊并毋知影讲家己只是互人利用的一个机理尔定。人安怎讲，你就安怎做。所以咱就要去好好去思考。无论是伫政治，还是讲咱伫生活中间，比如讲咱最近手机真方便，咱的手机真利便大概拢会收到赖一寡消息。咱也无法度去分别讲即个消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时阵，无要紧，因为即马咱
有一个网站，伊就是你将迄个消息等喺顶悬，爱给甲你讲，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消息还是假的消息？咱会通去分别，毋通收到即个物件来，咱就安怎？赶紧就传出去吼。我过去捌分享我妈妈常常都是人传来互伊，爱就随传互我。然后我讲妈，这是假的。伊就变做讲，伊感觉这物件对伊真好，爱就赶紧传互伊四周围的人吼。其实咱都爱知影讲，咱爱去分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后来，咱看即个园主，伊的罗卜发现讲，田里内莫名其妙有遮尔侪遮个皮仔出现。伊赶紧去甲主人讲这样代志，主人就甲伊讲，这是求仇做的。即个罗卜为着无要即个皮仔去影响到即个麦仔的生长，伊就建议主人，将迄个皮仔来烤起来，然后绑做伙。总是这是一个无智慧的行动。因为已经大丛的皮仔，其实伊的根会甲已经大丛的麦仔连做伙。所以你咧挽迄个皮仔起来的时阵，的确就是麦仔嘛会规丛拢挽起来。所以即个主人就讲无要紧，你就互因做伙生长，免得即个压落去的即个麦仔一定生起来啊，你也甲抠掉，安尼真无彩，伊会造成损失。所以，即个主人讲，就互因做伙生长。另外一方面是，即个皮仔甲麦仔生了真神呐，特别伊拄仔生出来的时阵咱有当去分别无？这是一定大丛啊，这是迄个伊的一定有种子伫内底啊，这是麦仔这是皮仔。就是讲，当即个麦仔甲皮仔拄仔生起来的时阵，伊生做真相款。要怎去判断讲伊是麦仔还是皮仔，就是要听候伊大丛，一定有结实的时阵，有结实迄个种子出来的时阵，即个麦仔伊生了较饱，较亲像一个椭圆形。迄个皮仔是安怎？长高啊！咱若食米，拢知影讲，迄泰国米拢安怎？长高安尼迄就是皮仔。所以即个主人就对伊讲，用阮2项平大丛，听候收割。到伫收割的时阵，我要甲割的人讲，大先捡遐个皮，下规把，通烧伊，独卖，就收入我的册仓。有影？为着要避免一个无端的损失，即个主人就暂时互这2项拢做伙成长。到伫迄个收割的时阵，就会通分别出来，然后将迄个无路用的，当做柴火安尼来烧。迄个有路用安怎？捡伫册仓内底，会通来食用。伫遐经文中间第2段的记载，咱搁再一摆看见学生伊无法度去理解到耶稣所讲譬喻的意思，所以当因离开正人去到伫厝内的时阵，这个门徒就甲耶稣问讲：拄则所讲这个皮仔的譬喻到底是咧讲什么？耶稣就指出，当这个天国福音伫这个世界传讲的时阵，撒旦也开始工作，将一寡假的消息。一个看起来敢若是真的，但是伊是假的福音，压伫正人的心内。若是对耶稣所传讲迄个福音真理无法度真清楚的理解，伊就会信唔着去，就信唔着去。甚至到伫最后，伊会去扭曲福音真理伊真正的意义。最后，咱看见耶稣讲。迄个到伫世间的落尾，就收割的天赛，要来收成。咱遮有得到真理的人，就是要上帝赏赐去到伫天国的所在。但是遐互人跋倒最歹的，因就要互人扣起来，迄伫火炉内底。
到伫遐，伊就爱家己切起啊。也咱遮，互上帝称作是有义的人，互要受指接去到伫上帝的国度内底，互因的性命要亲像互日光共款，安尼照伫逐所在，互永远存在。这就是咱信仰所讲的永活，互咱永远活伫上帝的国度内底，要亲像日光共款，照伫逐所在。咱遐这，咱是要怎样去分别家己所领受的是真的福音，还是假的福音？也咱人分享，甲人分享的到底是真的福音，还是假的福音？毋知当遐这，互人问起基督教是咧信什么的时阵，咱要怎样来回应？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无？讲恁基督教是咧信什么？啊，咱怎应？信耶稣，对啊，咱是咧信耶稣，但是到底信耶稣什么？哦，这咱讲解说有清楚嘛？哦，咱解说有清楚啊。哦，检说有个人互人问起这个问题时阵，伫遐思考真久，但是无法度回答。我到底是咧信啥？哦，还是有人甲咱问讲，甲咱表达讲啊，信什么拢共款，因为宗教拢是劝人做好嘛。哦，咱定定拢互人提出这个疑问啊，啊，信什么是拢共款？宗教就是要劝人做好啊。当有人咱表达这个代志的时阵，咱要安怎回应？啊，是讲咱已经真惯势，真惯势伫这个信仰的中间，真惯势来参加礼拜，参与伫这个仪式的中间。过去牧师捌分享过，每一个礼拜的这个天数，拢以代表神学的意义。为什么咱有这个天数的安排？拢有特别伫信仰顶面的这个意涵。咱若是无真正去了解讲参加礼拜每一个天数的意涵的时阵，检测咱只是伫遮坐，听信乐队演唱，听牧师讲讲古，啊，整个礼拜结束，大家使用咱啊，再会安尼。咱变做是一款习惯性啊。今日咱会组织伫这个所在，目的是为着什么？但是咱的回答是讲，啊，咱就来遮敬拜上帝。牧师会伫遮甲恁讲，啊，恭喜啊，因为你是回答正确的答案，老师是安尼教无毋对所以你的回答嘛无毋对。但是这个答案更简单是安尼啊。检使咱有机会去庙里去看人拜拜，啊，你甲问讲，啊，你啥要来遮拜拜？啊，伊安怎应？我一个大学的同学做心识的阮每一摆出去，伊若经过一间庙，伊就徛伫庙门口，就开始伫遐拜。我讲啊，你是咧拜啥？伊讲啊，就求平安啊。所以讲每一摆经过一间庙，伊就停落来伫遐拜。伊就讲我就要求平安所以咱去庙里去问每一个伫遐拜拜的人，检测伊甲你讲的答案，就是讲，我伫咧拜神啊，我是咧求平安啊。这个标准答案。当然，检测有人互人问起讲，为什么要来教会时阵，因的回答是讲。就互父母逼的嘛，也是讲互老师要求的。有一个故事，检测咱捌听过一个真深刻的故事，检测嘛，互咱感有一个真值得思考的故事啊。讲一个囡仔，伊数学真毋好，真无爱算数学，伊老母真烦恼，将伊送去一间天主教的学校。伊个天主教学校爱住伫内底啦爱住宿啦经过一礼拜以后，到伫周末，即个老母就去接囡仔转来。接转来的时阵，即个囡仔一困赶紧就走去房间内底，提出迄个数学的作业，
开始咧算咧算数学啊这个老母看到感觉真着惊，囡仔来变安尼啊伊早是拢无要算数学，安尼去即个天主教校一礼拜了后，就转来就开始真认真咧算数学。这个老母感觉真奇怪，就过去甲即个囡仔问讲：囡仔，你哪会忽然间遮尔认真咧算数学？即个囡仔就甲伊的老母讲：因为妈妈，我知影即间学校的老师是拢算真的，这间学校的老师都是玩真的。因为学校的壁顶悬有一个人，互人钉伫加号顶悬。这加号咱若看天主教的十字架，就是有耶稣搁伫顶悬伊知影讲，原来若无认真来学习的时阵，就通钉伫迄个加号顶悬有一个一直马倒伫遐啦所以伊就真认真赶紧甲伊数学算好这个故事讲啥嘛是互咱一个提醒啦咱是因为惊互人钉伫加号顶悬才来教会，也是讲咱真正对这个信仰有真深刻的体会，也是讲有真深刻的明白这是咱爱去思考的代志。所以对耶稣所讲这个皮海披露，互咱搁再一摆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讲，为什么我要选择基督教的信仰，我毋是选择其他的宗教信仰？第二，我是毋是知影基督教信仰中心的价值？这个福音是咧讲什么？第三，我要怎样甲人分享福音？检查的第一问题，咱会通转变另外一款方式来问讲：为什么我要选择食王品牛排？我不要去食我家牛排？咱知影是安怎要选食王品牛排？伊的差别伫什么所在？食起来口味就无共款啦，迄个质感都无共款啦。即摆毋知王品一克是偌济？敢会1600，还是讲13？我袂记哩啊。嘿，我头一摆食是1000块，一克1000块。我听讲即摆1600啊，我听200-300块都有啊。啥咱会选择要食王品牛排，无爱食我家牛排，因为品质差足多啊。无久以前，我甲牧师娘甲我的丈人丈母，去一间餐厅，迄个buffet的餐厅食饭。食饭的过程中间，我的丈人就讲一项事，伊讲这间餐厅的菜色，哪会甲以早牧师娘迄阵，伊嘛硕士班毕业的时阵我特别请伊去一间嘛是buffet的餐厅食饭伊讲迄菜色甲即个口感，哪会差遮尔济啦？阮听了都毋知要笑还是要安怎阮3个人我牧师娘甲我的丈母，阮就甲我的丈人讲爸爸，顶届咱食迄间是君悦饭店啦所以口感有差菜色有差，迄是理所当然的啦其实咱会通思考。咱会选择某一个宗教信仰，拢是家己的决定，敢毋是？这是我们的决定啊！毋是透过家族，还是讲家庭的遗传，毋是互人逼的啊。因为咱若知影所信的是甚物时阵，咱就为着所做的决定、所做的选择来负责任。毋是甲人讲因为阮厝里就是即个信仰，所以我高不中，我就来信这个信仰，但是咱无法度人讲清楚，为什么要信耶稣？咱要怎样去甲人分享信耶稣以后有什么款的差别？这是咱爱去反省的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价值？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价值是福音，这咱无得否认。伫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作者有真明确甲咱讲，
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福音是咧讲耶稣基督，伊是上帝的囝这样事。但是咧讲什么事？福音跟咱有什么款的关系？福音是为着要互咱通得救、承受永活，也得救的方法就是相信并且接受耶稣是救主。简单来讲，福音就是相信耶稣成做咱的救主。简单来讲啊，所以咱甲人分享福音的时阵，咱袂当干那讲咱是咧信耶稣，咱信耶稣的什么啊？耶稣是咱的救主。好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使徒约翰所讲，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袂得着永活，伊疼世间到呢。保罗先生也有提起，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效，因为是上帝的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这两段经文咧强调一样代志，就是信。因为我相信，我就通得救。这是咱信仰的中心价值。现在这个世界的宗教也是思想，一直在敲找方法，要互家己会通死了后，灵魂得到提升啊。因无讲是就天堂这项事啊，因讲因的灵魂会通提升安尼。袂因为早前所犯的罪恶，地到无法度，讲永世不得超生就是落地狱啊。咱毋是基督徒嘛会讲伊过去所犯的一寡错误，也是讲有一寡罪过，伊着爱互伊安怎？你着解脱嘛，敢毋是？无人信是安怎爱去超度？足侪民间宗教信仰的人死去了，毋是爱超度？爱749天，做7顺啊。做7顺是要怎啊？每一顺是代表一个魂，撇啊，咱讲人有3魂7魄，每一魄拢需要超度，伊才会通去投胎。这是民间宗教信仰的讲法。所以伊知影讲有犯罪，有犯错，所以伊死了后永世不得超生，是讲落地狱。所以有人真骨力想要通过好的行为，去弥补家己的罪过。有的人通过修道，来净化家己的灵魂，家己的灵魂会通愈来愈纯净、纯正安尼。有的人通过真大笔的捐献，想要得到进入到天堂的可能性。进入到天堂的可能性，表示讲无一定会进入到天堂，可能性尔啦。所以捐足侪钱的感觉讲我可能捐了无够，我捐较侪，点彩有可能会通进入到天堂。但是问题是，无有任何人会通咱保证讲，咱做什么代志，还是讲做偌济什么款的代志，咱就一定会通进入到永远我。无人甲咱把握讲，咱爱做偌济，还是讲做什么代志。只是甲咱讲，咱爱做。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但不保证你进入天堂。后壁这句话无人讲啦，敢毋是？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对啊，这是一项好事啊。但是无人甲咱讲，不保证进入天堂啊。只有咱所信的基督教信仰真清楚，甲咱讲，相信耶稣的人就会通承受永活。这是圣经的内底记载。好像就彼得伊个时阵，伫犹太公议会证人所宣告的讲，搁伫别个并无拯救，因为伫天下无赏赐别个名伫人的中间，互咱点伫伊来得救。这是咱所信靠的，无通过别个名，独独耶稣基督。保罗也有讲，因为证人已经犯罪，上帝永远无得着。但
为着伊的恩典白白得到称作义，对伫基督耶稣的赎回。所以咱的灵魂会通得到拯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赎回。所以当咱咧人分享谈论基督教信仰的时阵，一定爱真清楚来提起伊的中心价值。这个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是咱生命唯一的救主。既然信靠伊的人，罪会通得到赦免，重新甲上帝建立合意的关系，并且拥有上帝所赏赐予咱新的活命，将来会通甲耶稣基督正圣道进入到永远的国度内底徛起。这真要紧。福音的中心价值，赶紧甲抄起来。后一摆人甲咱问的时阵，咱才会当回应啊！我毋知伫咧咱的迄个酒杯后壁面，我是毋是有将即个物件下去哦？迄个大纲，若是毋知影，无要紧，我则铺伫咱教会公布栏内底哦。福音就是咧讲这啦。咱所讲的基督教信仰，福音就是咧讲这。亲像安尼，若是有人甲咱分享基督教信仰，除了谈论耶稣基督以外，伊阁讲起另外一个救主，还是讲会通过另外一个方法来得救的时阵，咱就毋通信，因为这毋是福音，迄是异端。简单来讲，耶稣以外加一仙，这就是异端。耶稣以外加一仙，这是异端。过去捌甲咱分享的东方长典，迄全能神教会就是因为伊搁咧讲另外一个基督，搁是一个女基督，互咱感觉真戆硬，哪有一个女基督？因为解说是安怎？过去耶稣基督所做的工还未做了。所以需要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女基督来完成。耶稣毋着白顶十字架，伫十字架顶最后是讲啥？使命必啦。中文是安怎讲？成了 ，it is done， 就是结束啊。人的罪通过伊的救赎，一定顶头生啊。谁人搁另外一个基督？所以咱毋免去思考。因为这就是耶稣所讲，这皮海披露中间所讲的受敌，这救赎，可以用作唯美的包装，甲咱讲，这个福音是有啥物，有啥物，有啥物，啥物。但是到最后，你会发觉讲，甲咱圣经所记载那无共款。咱基督教信仰常常有咧讲一寡异端的宗教，比如讲，咱讲摩门教，是讲耶和华见证人会。这是咱基督教信仰所讲的异端，因为伊伫耶稣以外加一仙，也是讲圣经以外加一本。摩门教就是圣经以外加一本，有迄个摩门经。所以咱真细腻，咱就要知影，这个救赎来，无毋是要偷摕、杀害以及迫害，只有耶稣才会通互咱得到更较丰盛的生命。伫天韵诗歌第二个专辑的中间，这个好消息的歌词，伊真简单来讲起福音是啥物？福音就是好消息，传互厝边头尾，传讲耶稣的代志，信来得救有福气。这首歌毋知是几年前的歌，黄老师敢知影？我记得是我国中的时阵，这首歌就咧谈论福音是啥物啊？遮尔啊简单。但是咱即摆咧讲福音，敢若愈讲愈复杂，讲甲互咱听拢无，连讲的人毋知影佮家己咧讲啥。然后今日咱会组织伫个所在敬拜上帝，是因为咱已经领受福音的好消息。咱知影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独生囝。咱也承认接受伊成做咱生命的主宰，所以上帝搁再一摆，互咱有新的活命，互咱成做圣洁的百姓。咱除了就要积极
人分享福音以外，咱还有迄个分别福音是真是假的能力，免得咱互假福音来欺骗。然后，咱阁将迄个假福音传互咱的亲朋好友。伫现今的世代中间，有存在侪侪看起来亲像真的，但是是假的福音。咱若无法度详细来检验，真容易就会受到迷惑。保罗捌甲咱提醒，讲这也无奇怪，因为撒旦也家己装做光明的天使，所以伊会采用家己装亲像义的采用，这也毋是大事。伫现今这个世代，有真侪假福音，有真侪异端，咱要怎样去分别？为着要互咱无即个假福音来欺骗，咱就要有稳定的灵修生活，并且咱嘛爱不断甲耶稣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来结连。伫共同的敬拜、团契、装备甲服侍过程中间，咱的信仰才会通顺传坚固。其他咱拢会通真认真来去思考咱家己的信仰，也会通坚固咱家己的信仰。咱若对上帝话语愈熟悉的时阵，咱若是真温群参与伫教会的聚会、礼拜中间的时阵，其实咱就袂真容易受到迷惑。求主帮助咱，伫即个看起来好亲像真的，但是是假的即个世代中间，咱常常讲，即马现处是有足侪假新闻，咱要安怎去分别？咱伫信仰中间嘛有假福音，咱嘛爱去分别。咱需要有智慧，求主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伫2000年前，你有通过耶稣基督，将天国的福音带到伫即个世界，互既然信靠耶稣基督成做救主的人，拢会通得到顶头生，得到永活。主，你通过即个福音的中心本质，要甲阮讲起，信耶稣的人，就是上帝特别恩待拣选的人。主，我把握机会，伫即个信的内底，搁再一摆来得到顶头生。阮特别恳求你，也帮助阮，互阮有智慧来去分别即个世界所讲一寡看起来好亲像是真的，但是是假的福音。做福音无需要包装，因为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伊的救赎。阮会通用无共款的方法来分享，但是阮无需要搁加添什么款的内容伫即中间，互阮知影愈简单的描述，才会通代表伊真正的意涵。主，阮也恳求你，互阮既然已经领受即个福音所带来的好处，阮也愿意去甲阮的亲朋好友来分享，互因知影阮所信的是甚物，互因知影信耶稣以后会改变，也会通过即个信，无论阮是拄着甚物款的境遇，阮拢犹原坚持继续信落去，因为即款的信才是真正的信。做阮伫你面前，也爱搁再一摆谦卑阮家己，因为真侪时阵，阮掠准阮已经捌啊，阮捌即个福音，但实际上阮还真欠缺。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温困建立灵修的生活，通过每一工读经祈祷，阮搁较体贴知影上帝的心意，并且也伫教会礼拜团契的生活中间，
阮通过兄弟姊妹彼此的分享，阮知影原来上帝你所启示的是遮尔啊丰富。主你互阮有即份的热诚，去甲人分享，是因为这是阮的本分，帮助阮搁较有即款的热情来传福音。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来吟圣诗，回应上帝信息。来吟圣诗第594首，圣诗594首。我心免摇移，我心免摇移，主时常伴我，即刻要出现，是阮保护我。我若要一困求，逐下伊要行，救主。若伫船内风影，我免惊。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这时要来奉献，请一分执事加四项执事。请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这是伫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今仔日咱的金句，伫这部的下面。
台语咱要读2遍，华语要读1遍。咱三角来，着警醒，着祈祷，免得一滴未血，心心甘愿，若是肉体软正。马太福音26章41节，搁一摆，着警醒，着祈祷，免得一滴未血，心心甘愿，若是肉体软正。马太福音26章41节，华语。总叫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马太福音26章41节。大家来看咱第三页的关注家训。拜三咱的祈祷会，本周查经是牧师来处理，祈祷会我本人来处理。欢迎兄弟大家踊跃来出席。出席参加吼，咱嘛有线上的吼，互咱同齐用祈祷去做合一的教会。后礼拜中要特别，后礼拜是咱特别要为着这飓风吼爱达强势美国东部的灾区中建的风险，请兄弟来关心甲带祷。伫11月初7要来举行培灵会，请兄弟准备心来领受灵命的培育。迄当日第1堂、第2堂的礼拜，咱要合做1堂吼。伫上午的10点就开始，咱伫上午的10点就来开始举行，请大家会记11月初7是10点来礼拜。游园伫11月14号，咱要举行咧圣礼典，要来参加成人的洗礼，也是捐献礼。小儿洗礼的兄弟，就咱的牧师来报名，互伊安排咱慕道班的课程。11月初是游园吼，咱要举行临时的会员互会，咧为着要来补选2名的执事。这涉及咱本会会友啦吼，咱就准备心吼，伫迄日咱就来三个来参加这个补选的事宜。第7项，咱的学青吼、社青、甲咱长青吼、甲圣歌队吼，请咱大家就对10月底进前，咱来完成会长甲秘长的改选吼。咱11月20号要来研讨明年度的事工，咱来提出咱明年度的事工的计划，大家麻烦大家来配合。第8项，本会上半年度，咱本来会为牧师馆贷款的这县小组织，因为咱疫情的关系有暂停。咱伫咱的感恩节吼的时阵，咱就来甲下年半年度的合并来举办。咱也请兄弟准备心，当时咱就大家咱的小组摕来奉献大岛的事项，大家来看吼。第5面的奉献报告，大家来看啦。然后出入来咱的财务部来订正吼。下周的书会是1分执事，主持是牧师娘。华语的主持是牧师娘，台语的主持是国珍啦吼。书宪是做法甲细项，以下咱家己来看。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咱后主日有特别要为着飓风爱达吼，迄阵有造成美国东部真大的一个损害，即个灾难来奉献因为过去咱台湾拄着侪，比如讲921，也是讲800洪灾。咱有得到美国长老教会真大的援助拢有替咱来奉献。所以咱徛伫咱平平拢是上帝国的百姓咱互相来关心。所以咱后礼拜，请咱特别准备心为着即个事工来奉献。伫咱迄个招待桌顶悬有特别有放即个 S 歌啦这是郭正宏老师建议啦因为看到大家即个兄弟姊妹来时阵拢有看骹网拢放伫涂骹伊感觉安尼较无拄好
所以伊有建议讲，想教会买即个 S 钩吼，啊挂伫这椅仔后壁面，哦，互咱会通放骹板，吼，放咱的骹板吼。这是承恩执事吼替咱来奉献的吼。伊这有讲俗俗啊，互伊来奉献就好吼。所以咱若有需要的吼，咱伫后礼拜来做礼拜，吼会通伫即个招待道顶悬，吼你就摕即个挂钩，是交伫迄个下骹的所在吼。毋通交伫这顶悬吼，毋是交伫遐，吼，交伫遐，嘿，交伫遐，吼，伊交伫遮，你敢再伤重的变去啊，吼，你徛起然后就变去吼，这咱特别注意的吼。咱有需要的兄弟吼，则家己来摕吼，多谢郭老师甲即个承恩吼，因的用心吼。好伫遮特别爱强调就是11月初7，咱的培灵会吼，咱是10点开始礼拜吼，所以毋通迄个时间记毋着去。11月14有咱执事的补选。哦，请咱尽量排除吼，咱一切的代志吼，爱讲咱互补选会通顺利来完成。好，咱伫遮特别介绍迄个郭长乐甲傅珍姐吼，来郭长乐吼，诚久无来咱遮做礼拜吼，傅珍姐嘛是一段时间吼，伊最近吼拢食药的关系吼，所以一寡时间较无法度。会清楚知影吼，孙仔特别搁带因来吼，咱甲因欢迎吼。好，吼对嘿，安尼后壁有，我教授后壁这位是，嘿，哦对，黄老师吼，黄老师戴口罩都认不出来，最近目睭阁无好吼。所以伤远嘛看袂清楚，好，对啊，感谢上帝互咱虽然落雨天游玩出去的盛会吼，咱伫即个所在爱特别为着赖达因全家祈祷吼，伊甲秀玉姐搁即个于玲昨出外转来时阵，差不多8点外，伫洲美洲美快速道路出车祸吼，弄了不至严重吼，因为是互人对后壁面追撞吼，弄着伊的时阵，伊因为落雨天吼，韩道路可能嘛是搁掠无好势，伊搁去弄着安全岛，变做讲2次撞击啊吼，甲后壁互人弄着，头前搁家己去弄着吼，赖达是无啥物代志吼，赖达就是讲可能迄个玻璃的碎片吼去挂着骹吼。于玲甲秀玉较严重吼，伊就是规身躯酸痛吼，因为咱知影车祸就是伊迄真紧的速度去弄着吼，秀玉就是因为伊下迄个安全带，剧烈撞击吼，伊讲伊的胸骨有小可逼去，吼，胸骨吼有小可逼去吼，伊早起就是咧听候，伊即摆伫营总的迄个急诊室吼，伫营总的急诊室，即摆听候迄个报告出来，若无啥物款的大代志，就会通转来到厝里休困吼。讲请兄弟替因规身躯酸痛祈祷啦吼，因为知影讲出车祸了，真正是搁紧张吼，搁紧张吼。咱特别求上帝来怜悯吼，求上帝来安慰甲带领吼。所以咱这时阵请大家起立吼，咱就为着赖达因全家吼。秀玉甲于玲吼，伫昨出车祸即个代志，求上帝来医治带领吼。上帝这些年轻特别为着赖达因这家庭特别伫昨洲美快速道路出车祸造成车辆的损害以及身体的痛痛，求上帝求你特别顺利医治一切，秀玉甲于玲的心中特别秀玉这个胸骨有小可逼
主上帝，阮即个时阵爱为着达林杰斯即个家庭来祈祷。昨暗阮听见伊伫即个左面快速道路的顶悬有发生车祸。虽然达林杰斯本身无啥物款的代志，但是阮知影小雨因为即个伤具有小可逼造成伊身体侪的痛痛。雨林也有即个身体的艰苦，主恳求你伸出医治的手，下伫因的身上。主检察通过即边的车祸，也互因有侪的惊吓，有侪的紧张。主将你的平安下伫因的心内。伫即中间，我也看见上帝你稳定的手下伫因的顶面，无造成真大的车祸的损失。主你保守过来因转去到厝内一切的受养，互因也通过真适当的疗养，因的身体也渐渐恢复健康。阮特别恳求你的天使会通甲因同在，互因会通伫即个车祸过了后，所有一切爱去处理的代志，也拢会通顺利来完成。无论是赔偿，还是各种医疗的遮的代志，拢有上帝你的陪伴帮助因会通顺利来解决。阮安尼献上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谢谢。这是内面常用的诗。圣诗395首，圣诗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吟诗了后，要请牧师来祝祷，请大家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性的相逢甲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角伫地，对即事直到主过来，阿门。哈利路亚。听者，灭道必毁。